我係相信音樂喺套電影裏邊有一個藝術上嘅氛圍，令到你成套電影嘅質感係會改變。马令有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說了才算。嗰陣時係我報咗法律學院係收咗嘅，喺佢面前撕咗張入學信，幾反叛啊！喺我25歲嗰年，突然間有一套電影就係做呢個《悟空傳》，我好雀躍，好開心，不計成本地成個身投入去做，我好熱血啊！即係勁唔勁嘅一回事啦，但係好熱血咯。你好想做嗰樣嘢，就唔好諗咁多就去做。你永遠都唔知你個結果係乜嘢，但係你做咗第一步，你就係做咗第一步。我係朱雲編阿 Van， 我係哪吒之魔同鬧海嘅配樂師。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音樂㗎，咁可能係因為我爸爸係拉二胡，但係佢細個又唔教我二胡㗎喎，因為佢覺得唔好掂嗰啲二胡啊，細個玩壞咗點算咧咁啦。佢又有好多唔同嘅 Hi-Fi 啦，咁就擺好多 CD 啊、帶啊，聽下唔同世界各地嘅音樂。咁其實就愛上咗音樂啦，咁啊導致我大學嗰陣時，我就喺度諗，其實我唔係淨係中意中樂，我係中意音樂，所有有音樂類嘅嘢。咁所以其實我就去咗英國讀音樂啦。而我讀 master， 我直接讀電影配樂，咁就去咗皇家音樂學院讀咗2年嘅電影配樂。咁你屋企人知道你讀音樂有咩睇法？唔開心，係因為嗰陣時係佢知道我嘅成績，我報咗法律學院係收咗嘅，但係喺佢面前撕咗張入學信，幾反叛啊！點解咁做咧？因為其實身邊所有朋友都 suggest 我不如讀咗法律先啦。咁但係最尾就係、我如果擺2沓紙喺度，往後80年都對住呢2沓紙，一沓紙係 full of musical notes， 另一沓紙係 full of 法律條文。咁最尾就好明顯都知道自己係會揀音符嗰沓紙。但係佢哋好好嘅地方就係話，我係唔同意，但係你真係咁 firm 揀咗，咁咪支持你咯。跟住其實畢業業我冇即刻返香港嘅，我喺英國做咗2年，我做咗啲 documentary 嘅配樂啦。突然間有一套電影就係郭子健去做呢個《悟空傳》。我好雀躍，好開心，因為正常嚟講有一套電影裏邊你大 credit 做一個 department 嘅 head。我嗰陣時25歲，我何德何能你會俾我咁做咧？咁即係所以我係一路都好感恩佢對我嘅信任，好開心，不計成本地成個身投入去做。以至及後去錄製樂團嗰陣時，我係請咗成隊嘅西樂團，加中樂團，再加一個搖滾 band 同埋一隊合唱團，炸翻上個天，就跟住冇錢啦。但係好開心，永遠都係我最深感受嘅一套電影。但係亦都係因為《悟空傳》，所以餃子導演即係哪吒嘅導演，佢睇咗《悟空傳》之後就好中意我音樂，咁就哪吒之魔童降世第一套嗰陣時就揾咗我做配樂啦。一開始收到套片啊，最 raw 嗰稿唔會有顏色，唔會有動態，係一啲素描，簡單嘅素描，甚至2個主角係唔喐10秒鐘啊！嗱，呢度係打緊㗎，你記住啊，呢度打緊，你幻想下啦咁。咁我就要喺嗰10秒鐘嘅幻想啊，呢度係打緊嘅。下一個月有個新嘅更新，你話又知道多咗咯喎，今次唔係10秒鐘靜止畫面，係5秒鐘咯喎。我終於知道原來佢打嗰下係第3秒鐘，即係呢啲會越來越知道。咁音樂亦都會越嚟越完善啦，個成個感覺就慢慢就出嚟啦。去到7成8成嗰陣時，有顏色啦，有動作啦，哇！原來咁宏大㗎，成個畫面，咁相應調整翻個音樂咯。基本上每一個重要角色我都有個主旋律或者聲音，即係譬如咁哪吒係一個好剛烈但係亦正亦邪嘅一個角色啊。點解用嗩吶？就因為嗩吶俾咗我一種英雄感，但係同一時候嗩吶有少少俾我感覺係可以係一個亦正亦邪嘅感覺喎。咁有時我會加支電吉他落去，因為佢真係好年輕同埋好有熱血啊。但係敖丙唔同喎，敖丙都好打得，但係佢嘅打得係一個好溫柔嘅打喎。佢行過一轉身，成陣風嘅喎。成陣風咁打埋嚟，咁咩樂器係最代表到呢樣嘢咧？
燒。妖怪，放開那女孩。我係相信音樂喺套電影裏邊有一個藝術上嘅氛圍，令到你成套電影嘅質感係會改變。因為好多個導演都有唔同佢嘅個人魅力，佢作品上嘅氛圍。許鞍華導演，我係一個好尊敬導演，我好想同佢合作。許導演，如果你聽到嘅話，記得請我。咁跟住杜琪峰導演啦 of course 即係好多個導演，其實我都好想合作。同埋我請過我啲導演，我係好多謝佢繼續揾我。郭子健導演、簡君進導演啊、陳茂賢導演、餃子導演都係一揾到我，二又揾我，佢哋繼續揾我，係對我一個肯定，我係好感恩，係啊。有冇請你爸爸去睇你配樂嘅所有電影？有，佢套套都話好中意喎。同埋我同佢講話，你套套都要睇埋個名啊！你個名喺上面㗎，我套套我都會落佢個名。今次落咗音樂顧問添啦，因為有時候我都會問佢意見㗎嘛。我每一套電影都會鳴謝我阿媽同埋我阿爸㗎。你情感上同埋精神上 support 係往往就係阿媽㗎啦嘛，所以好重要啊。無論做到幾辛苦或者係有咩成績都好，佢就會問你一句：今晚翻嚟飲湯。係。